我来看头一届台湾杯火箭竞赛，伫咧旭海科学研究火箭发射场来举办。这届是由阳明高台摕到大专组的冠军。指挥发射场的控制中心嘛正式运作，算是咱台湾发展卫星产业的决心。也那顶一日美国讲有考虑伫咧遮设太空港，国科会嘛讲希望未来屏东会让成做探索太空重要的基地。 火箭顺利升空，国大专院校甲高中大学生打造火箭，伫屏东独海科研火箭发射场来比赛。由国家太空中心甲屏东县府举办的第一届台湾杯火箭竞赛决赛，大专组是阳明高大甲联合大学组成的团队摕冠军，中学组的冠军是台北高中。标准以前都是太空中心提供，才会确定这个整个举办的过程非常安全。 观测公尺、高能公尺的红布标提供研发团队热风热雨的精密环境。科研火箭发射场自2021年启用时阵，敢若抗跌甲简单的货柜操控式，即马新起组成厂甲整修控制中心，自钢机制甲白也算是台湾发展太空甲卫星产业的决心。使用者终端的这个设备等等，那个产业非常庞大。那台湾借这个机会能够发展卫星的这个产业之外呢，我们也希望能够发展火箭的产业。火箭的产业，因为它是有很多的消耗品。为促进全球太空产业，高新闻表示，台湾未来伫人才培养机制会更加多，更加多国家合作，占地理优势。屏东目前，美方也考虑伫遮设太空港，包括这个科研火箭的地方，我们所做的跟国科会来连接，跟太空中心来连接，我们真的非常的幸运，也非常的荣耀，能够成为国家在发展太空事业一个很重要的伙伴哈。 那科研火箭发射场第一个国家火箭发射场3月也要伫咧满洲举行，国科院国开会设太空科技博物馆甲教育馆，要互太空教育定金同步，也互屏东成做未来探空的重要基地。甲国际记者综合报道。